去年当病毒的疫情是真严重，伫咧台北市托婴中心一年平均停课19天，伫高雄市是停课停满25天。这好拢咧食头路的爸母是真头壳痛，因为需要专工请特休假去顾囡仔。因过劳工的特休假根本就无够用，所以民团就呼吁政府应该提供爸母会当以一日一日来请的育婴假。针对这件代志，劳动部是回应讲，正在规划当中。 那囡仔小可破病，双薪家庭的父母就头壳摸咧烧，为着要避免囡仔伫咧托婴中心内底烧话，卫福部规定，共一班内面，若一礼拜有2个以上的囡仔感染着肠病毒，就要停课。大概停课通常拢要停7天以上。民团指出，这有囡仔的父母拢是少年人，伫咧公司的特休假也无济，平均一单干那8天，通常假拢会无够用。托婴中心因为肠病毒会强制停班停课。 那每次至少要7天，那这样就导致家长必须要请假回家自己照顾病童嘛。我们昨天有一个统计数据是，平均青年家长每个人大概只有8天左右的特休吧。根据民团的资料统计，去年因为肠病毒停课，台北市托婴中心的家长平均一单要请19天以上，高雄市更较严重，平均一单要请到25天。造成有的家长因为无假通休，顾不理将暗抗疫情，也是甲破病囡仔偷偷送去幼稚园。应该已经请到没有假可以请的吧？极少数的家长，他会把那个发烧的幼儿然后再到幼儿园这样，没有告知老师的情况下就离开的哦。那我们其实从这样的一个例子里面就可以看出家长的那个压力有多大。民团表示，目前有薪水育婴假是6个月，政策规定父母要请爱做一届请，袂使滥工。民团建议政府应该爱提供有春秋的育婴假，让父母伫囡仔3岁进前，拢会当自由运用这6个月，用工数来计算。针对这项诉求，劳动部是回应，目前正在积极规划当中。 未来会持续向各界沟通，提供父母有春秋的育婴假，减轻父母的负担。记者陈亚双、柯敏哲台北报道。